你敢信嗎？有人嘅一條腿值5000萬台幣，一頭長髮值1000萬港元，甚至乎仲有人為命根子投保4600萬台幣。喺港娛圈，明星們嘅身體從來都唔止係皮囊，更加係食飯嘅飯碗、謀生嘅資本。當我哋羨慕佢哋光鮮亮麗、日進斗金嗰陣，冇人知道佢哋早已經將自己最珍貴嘅身體部位換成咗一張張天價保單。有人因為一場意外被逼投保，有人因為職業風險自動兜底，仲有人被父母逼住為隱私部位上險。更加離譜嘅係，有位巨星因為太搏命，被全香港保險公司集體拒保，只能夠遠渡重洋去美國求一份保障。仲有位女星早喺上世紀90年代就開咗香港身體部位投保嘅先河，比我哋想象中仲要前衛。講真，阿 Win 巴完呢啲明星嘅投保故事，先至發現每一份天價保單嘅背後都藏住不為人知嘅焦慮同埋搏命。今日就帶大家逐一解鎖呢啲身體比黃金仲貴嘅明星，睇下佢哋保單背後到底藏着點樣嘅故事呢？一、葉子楣，香港第一波霸，200萬港幣赴空乘傳奇。如果話港娛圈身體部位投保嘅第一人，絕對繞唔開葉子楣。可能依家嘅年輕朋友對佢唔太熟悉，但係上世紀90年代，佢就係紅遍香港嘅波霸女星，憑借得天獨厚嘅身材優勢，成為咗無數人嘅夢中情人。1991年，葉子楣接落電影《女機械人》，呢部電影中，佢有大量突顯身材嘅戲份，亦都係佢演藝生涯嘅關鍵作品。但喺拍戲前，佢卻做咗一個震驚整個香港娛樂圈嘅決定，專程飛赴英國，為自己嘅胸部投保200萬港幣，成為咗香港自開埠以嚟第一位為身體部位投保嘅女星。好多人覺得佢浮誇，咪就係拍部電影啫嘛，使唔使花咁大嘅價錢為胸部投保啊？但事實上，葉子楣能夠喺當時嘅娛樂圈站穩腳跟，靠嘅就係呢副標誌性嘅身材。早喺1988年，佢就憑借住成龍監製嘅《霸王花》成名。影片中，佢靠住傲人嘅胸部吸引對手注意，伺機制敵嘅戲份成為咗經典名場面，亦都令佢被嘉禾監製蔡瀾睇中，後續接拍咗多部熱門嘅作品。而胸部就係佢最大嘅賣點同埋資本啦。投保嘅前因好簡單，女機械人中有唔少動作戲，雖然唔算高危，但係佢擔心拍戲過程中出現意外，損傷胸部，影響自己嘅演藝事業。要知道1991年嘅200萬港幣唔係小數目嚟㗎，當時香港普通工薪階層一年嘅收入亦都係幾萬港幣，呢200萬相當於普通人幾十年嘅工資，足以喺香港買一套唔錯嘅小戶型。至於呢份保單嘅後續，並冇公開嘅理賠記錄，諗落喺拍戲過程中確實冇出現重大嘅意外。葉子楣亦都順利咁完成咗《女機械人》嘅拍攝。呢部電影上映之後反響熱烈，亦都令佢嘅人氣更上一層樓。不過令人意外嘅係，喺事業巔峰期嘅1992年，葉子楣邂逅咗醫生呂先生之後，便慢慢淡出咗娛樂圈，唔再接拍暴露戲份，安心過起咗平淡嘅生活。如今嘅佢已經年過半百，間唔中會出現喺朋友嘅婚宴上，狀態依舊唔錯。二、成龍俾香港拒保，遠赴美國投下全新天價保單。如果話葉子楣嘅投保係未雨綢繆，咁成龍嘅投保就係被逼無奈。作為港娛圈嘅拼命三郎，成龍嘅特技動作從來都唔使替身，跳樓、跳車、跳懸崖，點樣危險就點樣來。亦都正因為如此，佢成為咗香港保險公司嘅黑名單常客，甚至被集體拒保。被香港保險公司拒保之後，成龍並冇放棄，畢竟佢嘅拍戲風格唔會改變，只能夠遠渡重洋，前往美國尋找願意承保嘅保險公司。最終，美國一家保險公司被佢嘅敬業打動，為佢投保咗全新嘅保單，涵蓋咗多次受傷嘅風險。雖然具體嘅保額冇公開，
但據業內人士透露，寶雅絕對係天價，遠超當時所有明星嘅保單金額，甚至乎有傳言話喺拍攝《功夫之王》當時，劇組為佢單獨追加嘅保額就高達6000萬元人民幣。呢份全新保單睇似係一份保障，實質係對成龍搏命嘅認可。佢嘅每一次特技動作都伴隨住生命嘅危險，而呢份保單就係佢同家人最後嘅底氣。不過話說回來，呢份保單亦都確實派上咗用場。成龍後續拍戲嗰陣多次受傷，保險公司亦都進行咗相應嘅理賠，但係具體嘅理賠金額一直都冇公開。如今嘅成龍已經70幾歲，慢慢減少咗拍戲嘅頻率，唔再拍攝高危特技動作，更多嘅係參與公益活動同埋電影製作。雖然佢嘅身體早已經傷痕累累，但呢份天價保單卻守護咗佢大半世嘅演藝事業，亦都令佢能夠安心咁享受晚年生活。3. 莫文蔚1000萬扶秀髮，3000萬保長腿。喺眾多為身體部位投保嘅明星裏邊，莫文蔚絕對係雙料贏家。一頭烏黑亮麗嘅長髮被品牌方投保咗1000萬港元，一雙標誌性嘅長腿又因為演唱會嘅危險動作投保咗3000萬港元，加起來4000萬港元嘅保額，亦都比好多明星嘅全身保額都要高。先講下佢嘅頭髮，莫文蔚嘅長髮係出咗名嘅烏黑、柔順、有光澤，亦都正因為如此，佢俾好多洗髮產品睇中，成為咗品牌代言人。有一次，佢代言某知名洗髮產品嗰陣，品牌方為咗保護佢嘅秀髮，特意為佢投保咗1000萬港元嘅保單。可能有人覺得咪就係一頭頭髮啫嘛，至於投保1000萬嗎？但對洗髮品牌來講，莫文蔚嘅頭髮就係最好嘅廣告素材。如果佢嘅頭髮出現光枯、分叉、脫落等問題，唔單止會影響廣告效果，仲會損害品牌形象。而且莫文蔚嘅頭髮保養得極好，常年不染不燙。為咗維持頭髮嘅狀態，佢每日都會花費大量嘅時間護理。呢份資本確實值得被好好守護噶。而佢嘅雙腿更加係佢嘅標誌性武器。莫文蔚嘅腿長1米幾，比例完美，無論着裙定係着褲都能夠輕鬆駕馭，亦都成為咗佢演唱會嘅一大睇點。但係熟悉莫文蔚嘅朋友都知道，佢嘅演唱會風格熱辣，有好多高危嘅動作，比如高空翻轉、貼身舞蹈、一字馬等，好容易導致腿部受傷。早喺2005年，莫文蔚喺香港紅館舉辦咗極度莫文蔚演唱會嗰陣，就曾經同劉德華大跳辣舞，仲有好多高難度嘅肢體動作，睇到觀眾熱血沸騰。但係背後嘅風險卻鮮為人知。為咗保障自己嘅雙腿，亦都為咗能安心咁完成演唱會嘅表演，佢特意為自己嘅雙腿投保咗3000萬港元嘅保單。呢個亦都係當時女星之中腿部保額最高嘅一位。呢份保單亦都確實起到咗作用。就喺2025年3月，莫文蔚喺蘇州舉辦咗個人演唱會嗰陣，因為當日落雨，舞台濕滑，佢唔小心跌倒咗2次，但係佢都立即企咗起嚟，笑住完成咗後續嘅表演，敬業程度令人敬佩。萬幸嘅係，2次跌倒都冇造成嚴重嘅腿部損傷，亦都冇觸發理賠。但係呢個亦都令大家意識到，佢當年嘅投保並唔係多餘嘅。如今嘅莫文蔚已經50幾歲，但依舊活躍喺舞台上，頭髮同埋雙腿嘅狀態依舊好好，演唱會場場爆滿。呢份天價保單唔單止係對自己身體嘅保護，更加係對粉絲嘅負責。佢知道粉絲們中意睇佢嘅舞台，中意佢嘅長髮同埋長腿，所以佢搏盡全力守護自己嘅資本，只係為咗俾粉絲呈現最好嘅表演。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莫文蔚嘅頭髮同埋雙腿從來都唔係花瓶，而係佢努力嘅見證。從出道至今，佢一直保持着良好嘅狀態，無論係唱歌抑或係演戲，都全力以赴。呢份敬業配得上呢份天價保單。4. 蔡依林台北唱跳天后，
5000萬補雙腿。講到用腿食飯嘅明星，除咗莫文蔚，仲有蔡依林。作為亞洲舞娘，蔡依林嘅舞技高超，無論係鋼管舞、爵士舞，抑或係高空瑜伽，佢都能夠輕鬆駕馭。但係呢啲高難度嘅舞蹈動作，亦都讓佢嘅雙腿經常布滿咗淤青同埋傷痕。為咗保護自己嘅雙腿，亦都為咗能夠安心咁喺舞台上展現自己嘅舞技，蔡依林嘅經紀公司特意為佢嘅雙腿投保咗5000萬台幣嘅保單。呢份保額喺當時嘅台灣娛樂圈堪稱腿部保額天花板。可能有人會問，蔡依林嘅雙腿點解值得投保5000萬台幣？阿 Wing 只能夠話，你見過佢練舞嘅樣，就唔會有咁樣嘅疑問啦。為咗呈現完美嘅舞台效果，蔡依林每日都會練舞長達10幾個鐘頭，經常練到雙腿浮腫、淤青，甚至乎受傷。喺2006年嘅維舞獨尊世界巡迴演唱會上，佢表演嘅高空瑜伽更加係驚現全網，被吊起離地5層樓高，真空上陣，施展一字馬、倒掛金鈎等高難度動作，全程都冇扣安全帶，危險程度可想而知。亦都正因如此，經紀公司先至落定決心，為咗佢嘅雙腿投保天價保單。對蔡依林嚟講，雙腿唔單止係佢嘅身體部位，更加係佢嘅演藝事業嘅核心。如果冇咗呢雙腿，就冇亞洲舞娘嘅稱號，就冇佢如今嘅成就。所以呢份保單更似係佢嘅底氣，令佢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咁喺舞台上搏命。咁多年嚟，蔡依林嘅雙腿確實受過唔少傷。譬如練舞嗰陣唔小心扭傷腳眼，跣低導致腿部擦傷，但都冇造成嚴重嘅損傷，亦都冇觸發大額嘅理賠。不過每一次受傷都令佢更加珍惜自己嘅雙腿，亦都更加努力咁練習，只為呈現更好嘅舞台。如今嘅蔡依林依舊係娛樂圈嘅搏命三娘，雖然已經40幾歲，但舞台狀態依舊在線。每次演唱會都能夠俾粉絲帶來驚喜，佢嘅雙腿依舊係舞台上最耀眼嘅存在，而嗰份5000萬台幣嘅保單亦都一直守護住佢嘅演藝夢想。林志玲跌馬受傷後，1000萬台幣為胸部上險。如果話前面幾位明星嘅投保係未雨綢繆，咁林志玲嘅投保就係意外之後嘅警醒。2005年，林志玲喺拍攝某廣告嗰陣意外跌馬，導致胸部受傷，傷勢唔輕，唔單止令佢休養咗好長一段時間，亦都讓佢意識到自己嘅身體需要被好好保護。林志玲作為台灣第一靚女，憑借住甜美嘅長相同埋傲人嘅身材，成為咗娛樂圈嘅頂流，而佢嘅胸部亦都係佢嘅標誌性特徵之一。跌馬事件發生咗之後，佢唔單止錯過咗好多工作機會，仲一度陷入咗焦慮，擔心自己嘅胸部受傷後會影響自己嘅外形同埋演藝事業。跟住喺康復之後，林志玲迅速為自己嘅胸部投保咗1000萬台幣嘅保單，呢個亦都係台灣娛樂圈裏邊首位為胸部投保嘅女星。好多人覺得林志玲嘅投保係因為過於在意自己嘅外形，但阿 Wing 覺得呢更多嘅就係一種自我保護。對林志玲嚟講，外形係佢嘅資本，而胸部更加係佢外形中最亮眼嘅部分。一旦出現問題，對佢嘅演藝事業嚟講，無疑係滅頂之災。跌馬事件嘅發生，令佢深刻咁意識到意外無處不在，只有提前做好保障，先能夠喺意外來臨之時有足夠嘅底氣應對。呢份保單嘅後續並冇公開嘅理賠記錄，諗落係林志玲喺之後嘅工作同埋生活中都格外注意保護自己，冇再出現類似嘅意外。而佢嘅胸部亦都恢復得好好，依舊係大家熟悉嘅志玲姐姐。如今嘅林志玲已經嫁俾咗日本藝人黑澤良平，慢慢淡出咗娛樂圈，專注於家庭生活，間唔中會出席一啲公益活動，狀態依舊優雅。6. 容祖兒聲帶新繭險失事業，英皇5000萬港元為佢兜底。前面幾位明星投保嘅都係外在嘅身體部位，
但係容祖兒卻為自己嘅內在資本聲帶投保咗5000萬港元嘅天價保單。對容祖兒嚟講，聲帶就係佢嘅命根子，係佢演藝事業嘅核心。一旦聲帶出現咗問題，佢嘅唱歌生涯亦都可能徹底終結。容祖兒作為英皇娛樂嘅一姐，憑借獨特嘅聲線同埋紮實嘅唱功，紅遍香港同埋大陸，發行咗多首經典歌曲，舉辦咗多場個人演唱會，成為香港樂壇嘅天后級人物。但常年高強度嘅演唱同埋趕通告，令佢嘅聲帶頂唔順，慢慢咁出現咗生繭嘅情況，甚至乎出現咗聲線沙啞，無法正常演唱嘅問題。2014年，容祖兒嘅聲帶問題越嚟越嚴重，醫生勒令佢必須停唱3個月，接受治療。嗰段時間，佢推掉咗多個工作機會，包括3個廣告、1張唱片同埋10幾場登台演出，直接損失咗1800多萬港元嘅收入。更加令佢焦慮嘅係，醫生話俾佢知，如果唔及時治療，聲帶整傷咗，有可能冇得返轉頭，佢可能再亦都無法回到舞台上唱歌。為咗治療聲帶，容祖兒專程前往南京接受中醫針灸治療，每日食藥調理。經過3個月嘅休養，佢嘅聲帶終於慢慢康復，困擾佢好耐嘅聲帶繭亦都消失咗。而英皇娛樂作為佢嘅經紀公司，亦都深刻咁意識到容祖兒嘅聲帶就係公司嘅搖錢樹，一旦出現咗問題，公司亦都會遭受巨大嘅損失。於是喺容祖兒康復之後，英皇娛樂特意為佢嘅聲帶投保咗5000萬港元嘅保單。呢個亦都係香港娛樂圈裏邊首張聲帶險，保額之高震驚咗整個樂壇。呢份保單涵蓋咗聲帶損傷、失聲等多種風險，只要容祖兒嘅聲帶因為工作原因出現咗問題，就能夠獲得相應嘅理賠。如今嘅容祖兒依舊活躍喺樂壇，聲帶狀態良好，依舊能夠唱出動聽嘅歌曲，舉辦一場又一場嘅演唱會。佢亦都更加珍惜自己嘅聲帶，減少咗高強度嘅演唱，注重聲帶嘅保養。呢份5000萬港元嘅保單就好似一粒定心丸，令佢能夠安心咁追逐自己嘅音樂夢想。7. 何潤東父母擔憂4600萬為下半身上險。喺所有明星嘅投保故事裏邊，何潤東嘅呢份保單應該係最特別嘅一個。唔係佢自己主動投保，而係佢嘅父母擔心佢拍攝騎馬戲份損傷生育能力，特意為佢嘅生育器官投保咗4600萬台幣嘅保單。何潤東作為橫跨偶像劇同埋正劇領域嘅演員，出道以嚟拍攝咗好多古裝劇，其中不乏大量嘅騎馬打鬥戲份。尤其係喺2012年拍攝嘅《楚漢傳奇》中，佢飾演西楚霸王項羽，為咗貼合角色力能扛鼎嘅形象，佢主動增重至95公斤，練出咗一身腱子肉，全程冇替身完成騎馬打鬥戲份，還原咗角色嘅豪邁同埋悲情。騎馬嘅戲份睇落好有型，但背後嘅風險卻好大，一旦唔小心從馬背上跌落嚟，好容易損傷身體，尤其係生育器官。何潤東嘅父母一直都好擔心佢嘅安全，每次佢拍攝騎馬戲份，父母都會格外牽掛，好驚佢出現意外，影響咗一世嘅幸福。於是乎喺父母嘅堅持下，何潤東為自己嘅生育器官投保咗4600萬台幣嘅保單。呢份保單喺當時嘅娛樂圈堪稱最特別嘅保單，亦都引發咗好多網友嘅討論。有人覺得父母太過於小題大做，亦都有人覺得呢份保單全部都係父母對仔女嘅牽掛同埋愛惜。如今嘅何潤東已經結婚生仔，家庭幸福，依舊活躍喺娛樂圈，間唔中拍攝一啲影視作品，狀態依舊好好。佢嘅父母亦都終於可以放下心來，唔使再擔心佢嘅安全啦。除咗上面呢幾位，仲有好多明星亦都為自己嘅身體部位投保咗天價保單，每一份保單背後亦都有屬於自己嘅故事。比如林嘉欣喺拍攝電影《怪物》期間，
因為化妝導致皮膚過敏，電影公司為咗保護佢嘅靚樣，特意為佢投保咗1000萬港元嘅保單。畢竟對女明星嚟講，嗰塊面就係佢哋嘅第二生命，一旦皮膚出現咗問題，就會影響佢哋嘅演藝事業。鐘漢良亦都係為自己嘅鼻投保咗960萬人民幣嘅保單，因為早年拍戰爭戲嗰陣個鼻受過傷，留低咗心理陰影。為咗避免以後個鼻再受損傷，佢特意投咗呢份保單。而劉德華喺2005年拍攝《童夢奇緣》嗰陣，因為化妝複雜，擔心被毀容，為自己嘅面投保咗3000萬人民幣嘅保單，堪稱值天價嘅樣。或者有人會覺得為身體部位投保好離譜，覺得明星們太過於在意自己嘅外形同埋事業啦。但係阿 wing 覺得呢個係無可厚非，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資本，都有自己想要守護嘅東西。明星們只係想將呢份守護淨係變成咗一張張天價保單嘅咋。最後想問下大家，睇完呢啲明星嘅天價保單故事，你覺得邊一個最令你意外？你覺得為咗身體部位投保值唔值得呢？評論區話俾我知你嘅睇法。另外，你哋仲知道邊啲明星為身體部位投保嘅故事，亦都可以喺評論區補充，我哋一齊傾下啦。